会造成这件悲剧，外界质疑是无人机顶抛大型的大射座椅无来发挥到作用。即摆国防部是加速度要来换掉，要来拼今年的年底来交货。另外，空军嘛来证实，讲这个去年顺职的 F-51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朱冠梦，可能这个失事的原因是机械故障。祈祷，希望一切可以平安归来。我们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默哀跟祈祷。发生2台 F-51战斗机的意外，国防部的官员甲立委开会前为罹难者默哀。国军除了无放弃搜救失踪的上尉飞官潘英尊，嘛要查明失事的原因。原则上可以讲说，他人机是分离的，但至于有没有跳伞等等，我们还有进一步来。半年来有2件总共3台 F-51坠毁，甲无人机改良后这个炮弹型的弹射椅敢有关联？空军头前证实讲，去年10月29，主管梦中校不幸损失，可能甲机械故障有关系。致死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并不，这飞机机械故障是主要造成飞机失事的原因。可是我们检讨过去所有飞行员弹射之后出来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生还的原因，主要一个原因都是弹射的时机太晚，飞机的姿态不对。我们的飞行员这部分命竟然不奉，是我们这部分一申请之后，国防部就。本来新的弹射座椅伫2022年，要是明年才有法度陆续处置，即马国防部编3000万的预算，要赶进度，提早伫今年年底交会，要将飞行安全放伫头一位。